花莲马太安溪邦山湖在湖中建的特别条例早起伫立法院三读通过了，是编300亿的预算，就爱伫116年的3月31进前来完成。另外，有民进党的议员是质疑讲，花莲县政府最近开1亿便当钱，也毋过县政府是背回讲1亿是采购的金额，毋是实际上的开销。灾后重建特别条例制定通过。花莲马太安溪邦山湖在湖中建特别条例三读通过，所需要经费上限新台币300亿，照协商调野党团拢未提福利。住宅的这个清淤、家园的清理，还有复原的慰问金明确入法，降低我们受灾民众的这个负担，而且不受一门户、一门号、一户的这个限制。昨天在协商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庆幸的这个迁村的这个部分拿掉了，而这里面就蕴含了一个危机。今天绝对不是说我们政策决定了之后问灾民接不接受，而是灾民要有代表，灾民必须要能够是在讨论的一部分。我们一定会跟地方的议员合作，要有更好的监督。不过，花莲县议员吴仁顺是打出一张花莲县政府灾后准备金使用汇整表，其中马太安溪邦山湖灾害救灾工作相关人员的便当钱，竟然值9166万7000多块，强要到1亿。花莲县政府反驳讲毋是事实。迄当阵的中央前政协调所总指挥官桂连成讲，迄当阵逐工伫咧灾区人上侪时阵爱3万的便当。那一段时间吃到1亿会不会太多？这个我没有办法精算了，因为便当的落差蛮大的啊。你70块也有一个便当啊，100块、120块也有一个便当，这个没有办法去算了啊。这个要问这个实际上这个负责便当的人才知道。但负责便当我们会有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县政府，一个是我们中央的农粮署。到现在为止，跟所有的义主团前面的合作，所以呢，使用的金额不到一半。到昨天晚上为止，总共使用了4023万。而民进党的党公职明明可以看得到资料，却不断的扭曲。花莲县政府30案发声明澄清，强调9166万外是开口契约的上限。国民党立委卜坤基也讲，无排除要提出告诉。对此，吴仁顺是讲，县政府提供予议员的资料，那只是空列误算，就应该注明清楚，那不会误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